啊！你怎么还在呀？哎呀！哎，我操！你怎么又在挨呀？啊！我操！这怎么玩啊？哎呀，这怎么玩啊？要缓一口。哎呀，他在我旁边，我操！怎么办？他在我左边。走！啊！我操了！他还在那看我。啊！哎呀，这什么游戏啊！我操！哎呀，怎么还在啊？你干嘛呀？哎呀，又有一个！啊！这怎么玩啊？我操！这怎么玩啊？